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蔡有欣。27秒，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选会公告罢免人数第2阶段有5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案，就要报警，引起南洋质疑。以色列甲伊朗正规暝局势紧张，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讲政府会协助当地台湾人来替理。异位性皮肤炎有新疗法，皮肤高漂白水配合药啊，上的镜头会当改善白成。昨暗，以色列甲伊朗正规暝双方拢有死伤局势是愈来愈紧张。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6月18有电视讲话，伊强调讲伊朗袂向任何人来投降，批评美国对伊朗这威胁是真利用。伊朗革命卫队18号向以色列发射极音速飞弹，是第一遍使用。伊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因过大部分的飞弹甲无人机，伫咧挖近以色列东部领空的时阵，就和以色列防空系统炸落。以色列空军伫即暗夜出动超过50台战机，对德黑兰甲周边的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重点是伊朗的离心机生产设施甲导弹相关工厂，两边透明互相攻击，造成重大死伤。大家看美國深受介入。I like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1 second before it's due, because things change. I mean, especially with war. I don't want to fight either. I'm not looking to fight. But if it's a choice between fighting and the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have to do. 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伫咧电视演讲讲，伊朗袂向任何人投降，美国对伊朗施加压力是正悍的威胁，也对美国提出警告。هم تهدید میکنه هم با یک بیان سخیف و غیر قابل قبول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صریحاً میخواد که بیایید تسلیم من بشید. 川普之前是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因我也知影伊朗甲俄罗斯是重要朋友，而且有核武甲军事的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19讲，以色列的攻击敢若是激发伊朗内部的民族认同，一个对领导人的支持。Углубляться, но все-так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консолидация общества вокруг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раны. And I spoke to him yesterday, and I said, he actually offered to help mediate. I said, do me a favor. Mediate your own. Let's mediate Russia first, okay? 伫即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副部长雷亚布可夫讲，美国若是攻击伊朗，将会严重破坏中东局势稳定，甚至会引起核灾难。希望华府甲以色列小可较早一个。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真正爱较早一个，因为有死伤是百姓的无辜。也即马，大国家搁惊啥物？惊经济，惊经济受到冲击。外界就烦恼讲，伊朗若是封锁无有航道和木资海峡，敢会引起能源的危机？也即个危机，咱台湾敢闪袂过？外交部长林佳龙就表示讲，总统府有开国安会议来提出计划，要来应对。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情势愈来愈严重。屏幕社更加报道，美国高层官员正伫咧为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计划伫咧一礼拜六进行空袭伊朗，介入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即马外界伫咧担心，伊朗若是封锁关键的贸易航道荷木兹海峡，是不是可能会造成能源危机，影响台湾？油价跟物价可能受到战争的影响，那政府都有密切的关注。昨天的国安的这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呢，也针对这个做出各种应变的计划。那今天都有陆续的对外会宣布。咱外交部长林佳龙讲，总统府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拟定相关的应用措施。目前，咱驻以色列代表处继续伫咧运作，也无正式撤侨。不过已经陆续协助当地台湾人离开以色列甲伊朗。但是依然有274人伫咧以色列，6个人伫咧伊朗。已经离开几位？20位。伊朗那边原先我们掌握的是9位，那现在有3位，他们已经从陆路到土耳其去了。那最近呢，还会有3位可能会往北边，我们每天都有联系。对，而且主任他自己对于其他还没有离开的一些撤离路线，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但是这股团讲，有伫伊朗的台湾人寻求中国大使馆协助撤离。林佳龙澄清讲，各地都有甲兼合关伊朗的驻杜拜代表处保持联络。他们是学生有同学的关系，是因为这个伊朗政府他们有提供车辆，所以他们彼此因为熟识所以就一并的搭乘。
另外，对美国国务院最近暂停国际学生签证申请，影响真侪去美国留学的台湾学生。林佳良讲，外交部得到 AIT 上新的回复，美国方面将会重新启动学生签证面试受理，伫短期内将会公布新的流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哈米尼讲绝对唔。美国敢会爱哈米尼来死？川普讲目前也无一个拍算。好，暂时无一个拍算，不过川普强调讲哈米尼秘伫倒位，伊是清清楚楚。也即个哈米尼到底是虾米人？哈米尼伊今年86岁，6款要40档，伊毋若创造伊朗的即个政体，佮发展核子武器。不过因为区域的势力变弱，人民佮想要推翻政权，即马即个领袖恐惊是要行无路啊。ملت ایران در مقابل جنگ تحمیلی محکم می‌ایسته، همچنانی که تا حالا ایستاده. در مقابل صلح تحمیلی محکم می‌ایسته. ملت ایران در مقابل تحمیل تسلیم هیچ کس نمیشه. 面对川普虽无条件投降这个要求，哈米尼透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全国演讲，就抓伊朗绝对袂投降。虽然伊朗有总统，不过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则是换国家的人。1989年，迄个时阵担任总统的哈米尼继承伊个何美尼担任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伊甲伊斯兰革命了后所开创的伊朗政教合一的何美尼，拢是专家会议所选出来的阿亚图拉，也就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当中最高级的神职人员。伊演过伫总统任内，也捌带伊朗拍过8年的两伊战争，尾也正做精神领袖。伊也伫中东建立代理人武装联盟，搁扩大飞弹甲无人机制造能力。不过1981年，伊也捌伫一场暗杀当中，伊的正手骨摔失灵。2002年，国际社会头一届公布伊朗的秘密核设施，尾也伊朗的核问题开始成做国际关心的重点。以后过60年，哈米尼甲伊朗一直拢互国际制裁，尤其伫中东地区一直正紧张的时阵，伊个以维权镇压国内的抗议运动，坚固家己的政权。就连哈米尼流亡伫法国的孙仔莫尼德哈尼，都认为应该趁一届，即群甲伊斯兰共和国消灭。Donc plus vite c'est terminé, mieux c'est, et il faudrait que ça se termine. 目前川普也无针对斩首哈米尼做决定。伊朗的盟友罗西亚总统普廷嘛故意无讲这件代志。敢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近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专访时阵，表示应该由伊朗人民家己完成政权的改换。پایان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پایان جنگ 46 ساله آن با ملت ایران است. دستگاه سرکوب رژیم در حال فروپاشی است. تنها یک خیزش همگانی لازم است تا این کابوس برای همیشه پایان یابد. 巴勒维王朝的末代王族瑞莎巴勒维大声喊民众爱趁机会终结阿亚图拉的政权。多年来，伊一直是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重要人物。不过，包括波士顿大学伊朗问题专家阿奇奇在内的学者拢表示，不管人民起义，还是某一个流亡人士回国接掌政权，这拢无实际。搁再讲，伊朗内部的权力早就由几个争夺接班权的派系掌握。国家哈米尼捌伫2003年颁布教令，谴责核武甲化学武器。万一哈米尼去互人斩首，就惊伊朗会更加坚定行上核武的路。公司新闻翁润伟编译。看转来到咱台湾，大罢免要进入第3阶段，就是投票。也即马中选会公告讲第2阶段的人数有5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案，已经请领衔人来报警。最后就互那亚立委林书明来质疑讲，敢是中选会咧为这个罢免团体，也这个电视案敢有来违法灌水？也即个话是去互罢免团体来反驳。检方侦办全台罢免无实在人事案，伫台南台北了后，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昌等12人，19确定互宜兰地检署起诉。检方表示，罢免立委陈俊武的人事书总伪造份数超过5000份，党部阁互抄写名册的党工1000至1500块的费用，这是集体假造，已经涉犯告诉法，也甲刑法伪造私文书等罪。我同意。
根据中选会18个公告，5个南委罢免案二阶段人事需要补件，包括台中的颜宽恒、江启臣、杨庆英，也甲新德县的林思明，以及差564个人的新北罗明才。罗明才办公室嘛表示尊重公民的权利，相信乡亲看到地方的进步，会投无同意票。最近我们的志工会更加密集的来出现在街头上，跟民众做沟通，补件的这个数字。那我们目前手中的数量是足够的，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继续的朝向更多的收件量这个目标来迈进。罢团表示对补件有信心，不过嘛呼吁第一阶段签过提议的民众，避免第二阶段过重复人数。对这代志，南委林思明表示，这个中选会护航罢团，认为罢团掠夺恶名已经明显作弊，中选会却够提供补考的机会，构成渎职。我想我一定会对中选会提出告诉，有400份是重复联署的，这是真的这个人重复联署的吗？是否有伪造文书啊？是否有滥用个资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我也会提出一并向地检署提出告诉。我不知道林思明委员，你们国民党95%伪造的这个比例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们？所谓的灌水，你说一阶不得重复为2阶，这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事情吗？林思明要求中选会应该宣告罢免案无成立，罢团是呼吁选民爱站出来展现守护台湾的意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中国迄支手直侵入到咱台湾，咱台湾即马要来掠间谍。行政院即马就司法加强国安侦查，头先要查的就是行政院5个省长办公室的职员。另外嘛要求各部会启动侦查，甲名单送去法务部。也查迄个范围即马是增加1000多人，毋过在野这边是质疑政府做无周全。总统府外交部连续表示，和强调信号无做到查核机制是主要原因。因此，行政院补破网，司法加强国安调查，增加查核的频率内容，伫推动正式实施。第一步对象锁定行政院长、副院长、秘书长2位副秘书长、行政院5长的办公室职员。另外，也伫咧16要求各部会启动调查。根据调查局的统计，查核的范围自1328个职务增加1008人。因为无招谢就用了共谍嘛，那如果政府连无招谢这么高的官，都没有先请他去问，不管是查看他有没有共谍的嫌疑，或者是还他清白，这个都是第一步要做。如果政府不做这一步，我就怀疑政府真的想要扫除共谍的决心。人家接着说你是打假球，对不对？那么严重都已经是呈现出来了，不只是邦交国断交了，然后你又是目前是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你不止不给真相，连立法院要你来专案报告把事情讲清楚，你到现在也不来。这边司法也将查核另外的当局人也个父母拢纳入调查范围。不过，在野党认为做了无够，叫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要赶紧出面说明，若无法度互人民信服，政府防谍渗透变做做半途而已。所以是更加深、加宽、加严，也加密了。这个扩大查的办法，我们绝对全力来支持。那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我也扩大的针对特查办法，也应当扩大对于立法院的查。针对强谍案一直传出，中共积极渗透国军，台商张顺和就变成强谍，涉嫌伫台湾为中共发展组织透过金钱利诱。吸收空军官校的处长张明铁，一个空军第3联队的前科长叶冠奇，其中张明铁几多遍刺探空军的机密，收130万，特中高分检依法起诉3个人，针对张明铁求处11年，张顺和是12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府最近讲因为有议员一直偷资料，公务员这个压力伤过大，未少人来离职。台北市长朱万安就讲话讲议员偷资料，作业的时程是以3天做原则，若是讲较复杂的处理，会当延长到1礼拜。即马台北市府安尼讲，另也就质疑讲市府甲离职的责任是替予议员来承担。关于所知就3天回复为原则，有需要就是1周。现两位公务员大家拍破欢迎，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被参加表扬优秀青年公务员，
伫致辞时阵讲到，议员所属资料上紧3天内回复，若是有特殊的需求，是当延长到1礼拜，减轻同仁的负担。因为台北市政府这群团讲，有真侪局处公务员，和议员大量所属资料，量大家挡袂了，甚至有人想要离职。我立场很清楚，问题不在所知，而在短时间限期的大量所知，不要伤害基层的公务员。只要合法合理之下，我一定力挺基层的公务人员。根据了解，财政局长伫咧市政会议当面向蒋万安请命，讲因为议员所属资料被压入，伫最近1个月内已经有3位高长级的公务员离职，2个月内总共有9位基层公务员也想要离职。真侪局处也表达拄到同款的问题，希望议员伫咧所属资料时阵，应该互因合理的宽限期。另外，议员是质疑市政府拢甲离职的问题怪伫咧议员的身躯顶。部分议题是有时效性跟及时性的，要求要当天回复，不是常态，而是偶发事件。还想要把这个锅甩到议员的身上，为议员所知扣上让基层员工离职的大帽子。的确，有些人把所知当成一种报复，或是这样子一个霸凌政府的一个手段，这样子一个不正当利用，其实是我们都应该避免的。过去因为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副发言人，理解公务人员在内部运作的时候整理所知确实是需要时间，不过这都仰赖于府会联络员的事前沟通。蒋万安也伫市政会议裁示，关于议会所属资料作业的时程，以3天回复为原则。但是拄到爱较长的作业时间，或者是特殊的案件，会当延长到7天，或者是另案协调方式来处理。同时，请府会总联络人甲议会说明，公布做到所属资料甲相关议员所属资料的流程。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国土署要求地方政府家己将每年租金的部分补贴，主要是互地方真不满来大力批评中央。内政部长刘世芳就表示讲，租金补贴毋是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也国土署是强调会甲地方来沟通，原则上是卖互租金补贴来登记。因应财违法修法，国土署进前发函予地方政府，要求家己筹备每年的租金补贴10%至40%不等的经费。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批评中央，新北市政府嘛抗议，认为中央把社会补贴的责任撒给地方。这对于本来就已经资源有限的市政运作，将带来严峻挑战，可能进一步影响新竹市大约1.1万户租屋家庭的权益。蒋市长完全不了解哈，第一个，我们现在所谓的租金补助的部分呢，是属于非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跟所谓的一般性补助款删掉这个25%是不一样的。国土署长吴欣修解说，地方政府在财违法通过了后收入增加，地方筹编相关经费有事权分工的必要性，强调会甲地方继续沟通，大原则是袂予租金的补贴中断。赖清德总统竞选的时候，自己开了支票，然后他大肆的宣扬，结果现在是赖清德开支票，地方政府要买单吗？冤有头债有主，还是回到财划法的修正以及总预算的修正里面，多拿了超过400亿，要他负担18亿，这我想，如果讲给人民听，应该是会听得懂。长期关心极大政策的民间团体认为，租金补贴若受影响，一定会冲击租厝的人。爱政府都要积极解决租厝乌市的问题。政府不能忽视掉台湾租屋黑市以及租屋市场规模不够太小以及租屋乱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必须同时配套去处理。卢秉义认为，除了租金补贴，赶紧兴建社会主体，才当提供更较稳定透明的租厝市场，也强调问题的源头也是伫个金权的触及，呼吁政府无应该无重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也中央银行伫今日下晡召开理监事会议，来决定上新的利率。市场就关注讲，敢会来降利率，互代票卖起遮尔凶。也大国今日有较软哦，收盘是落353点，收伫咧22003点。美国联准会公布利率无变，不过因为主席鲍尔讲话，市场也咧观察关税政策。致使大国今日开盘大落，盘中盘价无22000点，台积电盘中
625块来到2030块，也代表换美金开盘29.55块，盘中伫咧29.532到29.592来回。即马就看央行的理监事会议敢会调整利率的政策，卖互代表搁起遮尔凶。观众朋友，咱来看讲第三方支付公司台湾里甲旺配大数位摄像讲甲诈骗集团洗钱，上无洗有50亿，也为着要减少这款犯罪，所为发展部建立能量的定律，就是讲这个制度呢，业者若无去登记，3阶段若无去查证，就袂当提供服务。公司大门锁起来，市门人也无人用，老白第三方支付平台台湾里的办公室。规间厝空空无人，原来涉案的负责人涉嫌恶性倒店，平台也阁涉及不法洗钱，金额达到50亿。恶行互高雄地检署定调的，以洗钱防治法定罪嫌，成押禁见核准。它毕竟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相关的业者啦，但是我们有注意到说，有一些业者可能经营的状况没有到非常理想，也许他要拓展业务，或者是他要追求利润，就等于是走到灰色地带。那台湾里乡检也阁接到重大洗钱犯罪证据，指挥调查官查扣并排旅行车顶证物，涉案的王牌大数会洗抢负责人等人，同款涉嫌不法洗钱，金额超过60亿，甲2名干部3个人成押核准，专案扩大追查。为着要阻止这类的犯罪，数位发展部已经建立能量登录制度，加强第三方支付的查核。现在能量登录嘛，有被要求要做比较详细，所以我们会去到现场去查核他的一些业务嘛，他要讲一些业务的一个业务的状况嘛，确定那个业务，就说查核的比较严，本来原来核准我会把它撤销嘛。数位发展部强调，为了防范犯罪集团透过第三方支付，确保处理不法犯罪所得。伫政府打诈功能伫点控办实施了后，加强斩断不法金流，透过事前防范、事中查证、甲事后查核。3阶段强化管理，有问题都袂当提供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到5月底已经达成6成查核覆盖率，会址登录各采发1间业者，限期改善的有2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卖咱人是囝生少，也为着要应对即个现象呢，咧办学校嘛有相关的即个改变。教育部呢调核定110个学年，公立甲私立的高中读班的人数呢，搁再减一个。也公立的高中一班改做讲上侪是33人，私立的高中一班上侪是43人。也安尼做呢，嘛是希望讲学校咧办学会当愈有咯。伫台北市的国立师大附中一直拢是基北区的名青之冠，因过一个班40几个学生，不过因为少子化，渐渐降低读班人数。目前113学年，读班上侪35人。大概这几年，我们每年也都有逐步下修嘛，老师他们在上课的时候负担也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教育部114到115学年，2学年每班级人数拢调降1个人。今年8月开始，114学年，国立高中读班上侪34个。私立高中读班44人，明年8月开始115学年，国立高中读班上侪33个，私立高中读班43个。其中地标区因为新兴人口成长依次无改变，师大附中表示会建议向教育部函报115学年，搁再调降班级人数，加上外加的派外的特殊生加上去之后，最后的人数还是会比这个稍微多一点。特殊生和其他外加名额造成一寡都会区的高中真歹做甲到，真正减少班级人数。全高中肯定教育部向精致教育来推动，不过就目前招生状况和高中特殊生安置比例提升，也是爱设逐年降低班级人数的目标。今年的高一，其实35人以上的国立的学校的班级数占比大概只有1成多而已，就事实上能够达到35的班级数是很少，所以事实上它本来就是有调降的空间。不过教育部表示，116学年是2年，高中毕业生是223000多人，所来5个学年拢是伫咧20万人左右，就要考虑到学生数、回生所需求的规模，而且要依次各就学区就学机会率，无方便提早进行全国性大规模班级人数的调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唔知观众朋友敢会记得今年4月中旬，阳明山来火烧，阳明山水用可以火烧4.5公顷，就安尼烧去。也国研院完成内部的调查，讲引起火灾其中一支空气品质的监测器，去年8月嘛捌着火，不过厂商去拖着时间，无紧换较安全的锂铁电池，唔那会甲内部人员来处罚，也厂商这边呢嘛会赔偿。 阳明山小油溪上边着火烧超过5点钟，消防人员无用甲下科架灭火，佮出动直升机来协助拍火。这源头是国家实验研究院的空气品质监测器。经过内部调查，确认是这太阳能供电模组的锂电池，伫咧去年8月就捌着火，早就应该换做更较安全的锂铁电池，不过厂商却一直拖无来换。 运送上或相关的一些原因，所以稍微有延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同仁里面应该要有比较积极性的一些作为了。那相关的一个赔偿的那个部分，厂商这边会来做一个赔偿金的一个支付。生态物价嘛无法度算大偌济钱，这届大火受损的面积差不多4公顷半，百姓的瓜房甲2成减掉，未做人工复育，将来会当等伊家己成长。 有关处表示，这段时间会当做的，就是监测复原的进度。另外，佮加上报道受损、器材损害，目前初步估算赔偿金上8万。那监测的部分，这个有一些设备，然后还有就是监测的部分，将近1年，大概也要2-3个月就开始会冒出头啦。就是算1年，大概1年时间复育这样。对对。讲到空气品质监测器，立法院嘛关心环境部下底监测设备。环境部表示，这和国研院的监测器类型无同款。 全国差不多有1万台，分布伫咧18个县市，由地方的环保局家己维护运转。目前已经请地方来巡查。若环境部表示，这设备的温度会当回传，若准电池伤烧，系统会自动通知管理单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宜兰总位在总东破后是宜兰河的水尾。 水又刷白了，无遐尔紧，定定有海水倒桥问题，这都互民众真困扰。讲因为水灾都无法度做实，压力大呢嘛受到影响。即马政府就规划要15亿来改善排水门，嘛要伫咧当地起抽水站，保证落冬来会起好好势，就是要彻底解决当地饮水的问题。 宜兰总为总东排水，拄着风台大雨，都会因为宜兰河水位上悬，也是海水倒灌，造成排水系统塌掉，引起严重的饮水问题，好在地居民真艰苦。东港拢种50公顷，超了占地超30-40公顷，拢无咧种做。所以啊，这个水若无解决，总东第一大排这个范围内啊，大家做风台拢爱饮水。 除了总东排水、部外排水也有同款的问题。根据宜兰县政府统计，过去洪灾，这2个所在上侪大约有2800公顷的土地浸伫水内，深度上深会当达到1.5公尺。除了影响农田耕作，客家也受饮水之苦。适度的采用备用的电源，包括我们的风力啊、光能啊、储能的设施。所以说这个完成以后是属于一个比较新颖的水，新式的水。 是闸门如果关闭的话，它其实内水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排除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侧面上面会用抽水站的方式来做处理？因为2条排水系统有3座排水门，拢已经旧啊，这会当人工操作无法度及时开关，水卫生也无好，水利署会开2.46亿办理改善，官府也会针对水患问题提出改善计划，要伫当地做水道整建，佮设立抽水站。 不管是系统性治水也好，啊，是讲咱将来水流域的计划也好，拢未来拢6年的计划，医生拢即马拢伫甲行政院签署当中。县政府提出的改善计划总经费大约12.41亿，用地范围伫去年9月已经得到经济部核定，行政院答应当年来协助完成相关建设，要彻底解决当地水患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好，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以色列为着要甲伊朗的地下核武设施防护歹，甲美国讨一款会当破坏炮垒的炸弹，也这种炸弹会用的更空距离会当更60公尺。不过，因为伊朗的地下核武设施有80公尺深，敢会当成功来破坏？专家嘛唔敢确定。
虽然美国伫中东的部署增加，航空母舰甲加油机队伍也已经集结，也毋过还未看到美军启用B-2稳型轰炸机执行打击的现象。以色列伫10时正式向美国要求协助提供俗称条波客星代号 GBU-57的机型阵地弹了后，19号提出战略沟通继续中。条波客星只有美军B-2稳型轰炸机及以搭载甲导航能力。Israel itself lacks the conventional capabilities to take out such a facility, so it would need to talk to the U.S. about the bunker buster, an American plane with an American pilot dropping an American bomb on an Iranian nuclear facility, which raises the possibility, obviously, of getting the U.S. more directly involved in a conflict in the Mideast,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that he doesn't want to do. 福尔多建伫涂骹底80公尺的舰站内，虽然 GBU-57设计会当探过超过60公尺的空域里，要应付复杂舰船甲加强设施，只拍一粒无够，爱加拍几啊摆。也毋过美军目前库存只有几十粒。It is the only weapon in anyone's arsenal globally that's able to successfully target and potentially even eliminate facilities like Fordo. It was designed originally with the intent of attacking and destroying targets specifically built into mountains. Initially, that was in terms of North Korea, later expanded to target sets including Iran. GBU-57的爆炸重量达到110吨，虽然甲卡袂到数万吨的核武器未比例，说是上规炸弹一手，因为弹体真重，以色列各种战斗机拢无力挂载。也毋过美军一只 B-2轰炸机会当挂2粒，有了未来也会当挂伫新一代 B-21轰炸机顶。美联社报道。一条 GBU-57是一般炸弹成本的几啊倍，而且爆炸可能引起辐射外泄的问题，拢互美国审慎评估敢是出手的关键之一。公司新闻有连编译。那人为的战事不断，自然灾害嘛一直在发生。印尼这边火山勒沃托比伫咧6月17喷发，官方甲火山警报提升到上危险的等级，这个飞行机基本是受到影响。也中国广东这边是落大雨、做大水，水又是淹甲真食力，这个水位是历来上界悬的。规个钟头浸伫咧水里，也民众是无用来摒扫。虽然蝴蝶风台已经过境啊，不过伊尾流的环流威力也是真强。中国广东伫最近连续落大雨，黄色的大水甲规大片的农田甲厝拢淹去，对天顶看落去，规排厝拢浸伫咧水的，即个人看到厝挂。今天中州河水位录得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怀集水文站拜三透早记录的大水水位55.22公尺，那超过境界线，也创17个站以来上悬纪录。乡乡内大雨，和居民甲店面拢袂赴的船，吊庆市怀德县真侪所在做大水，超过68000人疏散到安全的所在。所以搬得到啲全部搬上閣樓咯，真係生意又難做，又搞埋啲天災。整一種好快啊，都嚟唔切啦，人嗱先都走啦，就咁。大概幾萬蚊係要噶啦，有冇睇到啲少少包店，全部都係機器，犀利。因為嗰部店店面是正頭痛，趁水較消退，趕緊搶救看貨品敢有損害，最後現場亂糟糟，當地已經動員1萬多人清理甲修理，希望會當趕緊恢復以前的生活。同款也是大自然的定限警示，印尼的6號特別火山17噴發。一萬1000公尺高的伽馬式的香菇型火山灰雲卡喺天頂。Hari sore itu pas dia letus, itu kami masih berada di halaman rumah. Tapi saat kerikil berhamburan itu kami lari ke Hikong。印尼伫咧环太平洋火山带，地质的活动正接，当局已经将火山警报提升到上危险的等级，并且警告讲，若果落大雨，可能会出现熔岩流。受到火山爆发的影响，被印尼度假地巴厘岛的几多座航班拢取消或者是延前，旅客行程拢被拍乱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讲，咱台湾偏乌七米海域有一种外来种，叫做极冠海青。这种海青会食酸蚵，也最近熊生到有够济的。这种海青遮尔高碳，恐惊会影响生态。即马海保署呢，就甲当地的唱水业者合作，要甲这外来海青甲刷走。工作人员将支管海星引入地下内底，有学者甲海洋志工发现，偏乌7米海域专门食酸蚵的外来种支管海星，近期数量增加真济，平均体长无到20公分，大约2岁左右。海保署接到通报，18开始人工移除。
只要有人有通报这个籍贯海星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就是启动开始做调查。所以七美的这个当时我们收到通报之后，其实在调查的时候知道它已经的密度有到一个接近警戒值，所以我们就启动一个专案开始做籍贯海星的清除。籍贯海星表面刺真济，还有真紧度数，平均体重25到35公分，但上大会使到大约1公尺。因为因专门食酸蚵，佮真敖食，恐惊危害酸蚵生态。而且籍贯海星毋是第一摆出现伫澎湖海域，2010年6月，研究团队就伫西吉岛海域监测到数量异常增加。60年从澳洲大堡礁大爆发以后，随着洋流全世界就开始到处都发生大爆发。大爆发的条件是它的珊瑚要非常的健康，覆盖率通常大于50%，一年至少3亿颗嘞，繁殖力很大。籍贯海星刻伫酸蚵顶悬刻条条，毋那澎湖、东沙环岛国家公园周边海域的籍贯海星，今年同款脱了真严重，学者呼吁政府赶紧应应。除了会使用臭酸移除、人工移除，嘛会使比较青度定，建立奖金制度，鼓励畅水源移除，控制大爆发。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澎湖报道。也武陵山庄附近的树林，有人发现讲有一只台湾乌鑫掉伫咧陷阱，林保署是赶紧甲救起来送去治疗。也国家公园内底是袂当拍烂的，哪会有陷阱？即马警察是启动刑事调查。也专家这边认为讲政府应该建立快速应变的机制。受益用吹钱甲掉伫锁仔内底的台湾乌鑫麻醉验伤，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武陵山庄附近的树林，6月17日有林保署的人发现乌鑫受困，随甲雪霸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也有保持总队警员组一个27个人的团队，暗时9点40分去甲救。还有一个人要在我这个位置，对，然后用船的哦。受困的是63公斤成年的鑫公，有卡散、有脱水、发炎、贫血等等的状况。18早起7点外送去野生动物急救站，因为倒脚头前骹部有部分组织拢已经骸去，所以部分甲切掉。林保署甲雪霸处19下灯会现场，看敢有拍烂的工区。那左前掌因为受困套索，有部分的组织坏死。那目前已经进行局部的切除，后续将持续的给予适当的医疗处置以及观察。6月19号呢，雪霸处呢也跟林保署的人员总共6个人在案发的一个区域呢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搜寻，希望能够清查到潜在的危险因子人甲鑫的冲突是愈来愈侪。今年4月，花莲岛溪中正部落一只台湾乌鑫，甲真侪狗仔家禽食好掉，互巡守队甲开枪。5月，台东卑南美龙村是有民众伫个下海拔的山区发现台湾乌鑫掉伫个锁仔内底，离徛价敢若130公尺。这个乌鑫受困的地点也挖近武陵旅游区，专家认为政府应该跨单位合作，补助山林的民众打造防护的围栅，而且建立快速应变机制。跨单位的合作。我觉得是未来更需要去加强的部分，先考虑黑熊是濒临绝种，所以可能就先以驱赶为主，但是可能在未来可能要更快的去积极的，比如说甚至包含很快就要去捕捉或是怎样的作为。雪霸处强调，保持总队已经启动刑事侦查，伫个园区拍蜡是违反国家公园法，也有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判1档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罚金36万。公视新闻台中报道。来看家己遮中正大学甲三星社区发展协会连续2档是办拢山野活动，不过今年受到天气来影响，山野呢是生了歹，也一摆山野节就改做扛棒，用扛棒来小解对日本时代到打面向三星村山野的历史发展。那不知道各位广告词来小解在地较早种山野的历史，家己县面向的三星社区甲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的计划团队。设立文化历史的扛棒来小解庄内的山野，国甲在地青年商会合作调查庄内山野生长状况。来遮参与或者老人回想到讲较早弄山野的厝用啊，山野要种到100栋是非常的困难。毋过咱遮竟然有218丛，甚至我搁咧量的过程当中，有会友大家种欢喜的讲，有量到一丛超过300公分的，迄个hình坎啊，山野的hình坎啊，有超过300公分的。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计划团队表示，中正大学的设立甲道路开发，捌影响到学校附近原本的山野树，透过在地民众甲大学师生的守护，才保存着这生态资产。扛棒的设立，毋但记录这个过程，嘛是大学甲社区共荣的成果。互咱的这历史甲文化会当保存落来，所以对我来讲，伊是上重要，就是变做是文化保育、环境保育甲历史永存的一个想法。
财经社区表示，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无法度举办人宣影的活动。中正大学也是甲社区的长辈用无共的方式来庆祝，希望透过活动，互民众甲学生知影，这个宣影毋但单单是实物，嘛是传承地方历史甲感情见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也台南古城东门段的长壁，虽然讲是固定古迹，不过因为都无人维护，规个壁是可能荒。文史界专家呢，就建议市府就要维护东门城壁。也文化局这边就回应讲，已经有争取经费，按算9月会整修好势。鹅仔花汤接三合图参照啊，就是城壁上原始的材料。详细看，通看到一寡历史的分野。这个固定古迹就伫台南市东门路一段56巷参公花街12路口。古早是城外要入城门内，一定要行这条，所以佮红号做牛车路。连街边啊，这个城壁即阵煞荒废，有民代质疑文化局感觉啊，城门才值得维护，城壁就佮放互拍荒，甚至民众无虾米感受。这本来有两户人家，弄做老旧的那古早厝啊，到最后大家搬走，大家拢搬走就对了。搬走就拆掉，就没有出，就一块地在这。其实地方文书团体参平台一直努力反映，加谈改善。经过了解，这个城壁本值250公尺，不过因为当时要实施市区改建计划建设，就得因为迫害，佮加上雨水等原因，这阵周围敢若剩2段通看到。到阵呢，邻居厝拆掉，才佮重现全貌。文化局表示，这地是国有财产署南区分署所有，嘛有申请经费，按算到时会佮重新整顿。所以建筑吼会愈来愈侪，所以对这种咱讲历史的遗迹，加减会产生这破坏，经济发展、城市的种发展，甲咱这个文书的种发展，取得一个平衡，这是咱目前咱政府上重要的工作。其实也在进行整体的城墙遗址的一个规划设计。那期待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透过一个识别系统的一个方式。这个城壁虽然看起来无显白，不过文书工作者讲，城壁毋但是一个地理标志，更加是城内外界定的基准。上界重要是同时佫有安全保护，因认为通好好啊保存，互后代认捌在地历史。文化局嘛讲会赶紧来修复整理周边的环境。记者台南采访报道。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其中规划讲新住民发展署呢要来设立，不过今晚呢连钱影都无，所以南北的这立委呢都呼吁政府莫搁拖。不过有一个问题，新住民基本法敢有包括中国？中国的新住民是用倒几种法律？另外立委就认为讲，这要先讨论清楚。从去年7月18号说要成立筹备处。到现在已经6月了，还没有成立筹备处。去年立法院3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不过到今也未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最后在野党的立委感觉无法度接受，要求中央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想请教我们新住民发展署的地点，台北跟新北我们都有在考虑几个点，所以还没有完全确定，都还没确定。国民党立委是希望政府爱提出明确的规划，设立地点、预算和人员，拢爱赶紧安排，莫搁拖。也那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要设进前，政府应该爱先分析清楚，中国的新住民未来是要交予新住民发展署，用新住民基本法来做处理，也是继续用陆委会两岸关系条例。中国的新住民来到台湾了，有新住民身份，唔免找这个署啊。那么是搁找恁陆委会交这个海基会对吧？都是一起合作的。恁讨论过无？我召开小组的部分也有请陆委会来给我们一些意见。还有分工了没？我们还在讨论。拜四伫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针对新住民发展署组织法草案进行讨论。新住民基本法伫咧去年就已经通过啊。未来当时要设立新住民发展署，要安怎照顾新住民，也搁咧安排讨论。针对在野党批评内政部慢吞吞，内政部表示已经开过这届会期，会赶紧安排，赶紧提出具体的规划，互外界有一个交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好，那讲到异位性皮肤炎，那长起来真正是会上甲尾才袂困。不过即马更有新的疗法，就是漂白水。漂白水唔但会当消毒，即马讲会当用来治疗异位性皮肤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就摕药水布，用亲像面膜的这个方式呢，加漂白水打伫咧患者的皮肤顶面，配合药啊呢来控制皮肤炎。也患者就讲哦，你上的镜头真正有大改善，是改善要变啥？
将市面上有得卖漂白水摕来甲滚过水，用1比1000的比例落去头，落尾用下档装伫咧药水布顶悬，然后就固定有湿疹的所在。这是高医皮肤部全国首创的漂白水疗法。这位患者自细汉就因为油贵性皮肤炎感觉真困扰，见摆镜头若压起来，若像甲袂食袂困哩，过绕甲流血流滴，真正食药控制效果有限。自从配合这款新疗法了后，伊的镜头已经改善8成。是有在吃那个抗组织胺的药物，在控制这个就是过敏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还是会痒啊。后来听了王医师的建议，就是还是有就是尝试用着他说的那个湿敷疗法，会感觉说，就好像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容易频繁的那么抓这样。异位性皮肤炎有将近8成的患者伫5岁进前会发作，受到遗传基因、体质甲环境等等的影响，真歹根治。以前拢是食药注射控制，不过对重度患者来讲，效果会愈来愈歹。高医表示，经过因这几年的试验，发现将漂白水透布了后，用像打面膜的方式甲固定起浸膜的所在，会当让皮肤顶悬的细菌达到平衡的状况，降低皮肤发炎的情形。用市售的漂白水稀释1比1000的比例，然后把它适当的加在上面，然后以不要滴下去为原则，适当的湿润之后，再把原来留下来那一半给它反折回来，让它外面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就完成了。然后只要等2个小时，这个干了，这整个袖套就可以脱下来。高医表示，这种漂白水疗法简单，需要的材料嘛免开伤济钱，患者家己踮厝就会当做。不过院方也强调，爱选无掺其他物件，纯度大约是5%的漂白水，而且边的部分嘛爱避开，才袂无细致去用到目睭。记者柯家族赵阳高永昌报道。好，也袂晓大，咱爸爸妈妈一家长会伫这个时阵哦，甲囡仔做去参加种种营队。今年教育部甲文化部就邀请各地的博物馆、邀请各地美术馆，伫暑假规划6000多场的活动，就是要互民众有无共款的体验。暑假休热是学生囡仔自由安排学习的好时机，这营队活动拢是办伫这个时阵。今年教育部以 Team Muse 做主题，和文化部高雄博物馆、参考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的社交文化机构，要伫咧暑假期间办390场的营队、4000场的电影活动，也有演习和讲座。全台湾拢总是规划6000多场的活动，希望让学生囡仔有丰富的暑假生活。Muse 其实代表整个我们台湾的主要的一个棒球的意象。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从我们相关的这个活动开始来出发，来勇敢的往前知识的路上面来前进。那国家准备了那么多好的这个展览，然后丰富的内容，然后可以认识自己台湾、自己家乡的东西。孩子其实就近就有很多馆所，现在台湾地方文化馆也有300多个。透过体育总部用热情的开口，伫咧 Team Muse 启动记者会顶头，讲台语介绍即届的台语相关活动。重新了解到过去台语电影的高峰时期，邀请着观众来行入到经典电影的场景。台湾文学馆表示，台湾这几年有真侪优秀的文学改编做电视剧，也是拍电影等等，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早期台语片到近代台湾新电影浪潮的文学改编发展，文学馆要来展出侪手稿剧本，甚至嘛要邀请民众来替电影重新配音写口碑。踏上文学荧幕奇幻之旅的特展，那其实里面就是从文学改编成很多电影的主题开始讲，内容很丰富的，包括台语片、还有爱情片、武侠片等等。另外，伫咧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嘛推出本地戏彩楼所为展，也若像九二一地动教育园区，也有车人埔短暂保存园区，嘛结合民众关心的防灾议题，要来办展览活动，让民众了解地动和土交流。这场馆是功夫景点造成博物馆国家队，希望让民众伫咧暑假有多元的体验。记者卢尚祖、曾春友台北报道。在屏东大学艺文中心，这2天有展示微型艺术创作，作品有红色的大门插国旗，阿嬷伫咧路边咧卖找迄个报纸档。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充满1970年代眷村的面貌，迄当时的记忆。还有当时送瓦斯的一些情况，那个机车不是很干净，它是很脏的。特殊的乌多摆，红色的大门，甲门口插的国旗，壁边种刺仔花。看到这个物件，敢有亲像细汉的时阵，参厝边的朋友做伙佚佗的场面，充满回忆。另外一边细型的灶骹内底，有香菜火鼎甲菜厨仔，这拢是设计艺术生叶大明的毕业作品。伊甲因过细汉时阵眷村的生活情况，经由微型的创作表现出来。透过一些怀旧跟记忆的场景，然后让我。 脑袋里面所在有的这个传统
台湾的古早味技艺啊，能够经由袖珍艺术，然后展现出来。叶大明表示，这摆微型的作品有11件，要甲1970年代记忆打造出来，确实是足大的挑战。有的物件无法度用手工做，就要使用3D 的技术甲印出来。亲像报纸打咧卖红仔册，伊拢做甲一模一样，阁会使显国旗爱用当片，才有办法表现出互风吹的情况。哇！你们去看每个刀叉，怎么会细腻成这个程度？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家很赞叹，因为现在这种厨房大概。我觉得很有味道，很有古早味的那种氛围，这样。叶大明讲，创作对伊来讲是一种自我修复的过程。艺术毋但是呈现过去，更爱思考历史的意义。伊希望民众会使对这个作品感受到无同时代的感情甲文化的连结。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讲王定安，王定安伫咧1919年出世。迄个台湾威权统治的年代，伊积极参与民主运动，是台湾党外运动甲推广地方文化真重要的人物。今年王定安白岁满40冬，伊的查某囝王敬玲特别办一场纪念活动，邀请无共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的民主运动甲地方创新的发展。这本《红 K 少年兄》写的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积极参与党外民主运动的黄定安，一生为着自由民主走从奉献的故事，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伊的查某囝王敬玲教授特别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无共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党外运动参地方创新的关系。发现到咱这党外运动的前辈，其实因拢足关心咱在地文化的创新。物件对爸爸伊去参与着，譬如讲宫庙内底伊去担任这个庙的主委、庙的总理，要对这个咱庙的内底，因这信徒斗阵，去互因发现着讲咱在地文化其实真重要。这场讲座计共邀请5位来宾，有党外运动的大前辈周清玉女士，除了分享台湾民主路的历史，嘛为台湾的语言平权来讨论自由平等。另外，还有学生代表为新世代角度来看台湾文化保存。语言其实只是上基本个结构上上无受到重视，像咱其实空气足要紧的，但是都无感觉伊重要的，都无去你才知苦啦。所以即话会使讲对遮伫咧努力。甲阮中华文化透过贴文，还佫有活动，这两个方式甲伊传出去。我们就是想讲，即马学生拢较袂晓讲台语啊，要伫咧8月30日的时阵，要伫咧中华的孔庙办咱台语的绘本日。主办单位表示，台湾民主运动其实和文化运动拢是相牵连的，希望透过地方人物的故事，让大众了解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嘛要鼓励大家站出来，用家己的方式关心台湾的在地文化。记者杨淑清中华报道。下晡无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气温的资料。北部地区30度至36度。中部地区29度至34度，南部地区31度至36度，东部这边28度至31度，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蔡有欣，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